高雄市区监理所最近发现2台车，这车牌已经互注销，所以佫伫咧外口热烧。其中1台车的车主已经欠70万的罚款，而且佫有食酒赛车的记录，是全国欠小欠才上届济车主。监理所先是利用家己研发的注销车牌智慧系统，追查即寡违规交车，即摆也要和警方合作追查即寡欠小车主。 监理所人员当咧甲这台车贴牌，因为个车牌互注销，佮有违规记录。高雄市区监理所是利用这套注销车牌智慧系统，找到违规车辆，进前因着查到有车主注销车牌1吨外，毋若继续驶，甚至欠要70万的罚款，累积1000外币的罚单。车主佮有2摆啉酒赛车记录，目前是全国欠小上济霸王车主。干那违规的部分就差不多50几万。 啊，佮其他的税金啦，佮有迄个无保强制险的罚单的部分，拢总差不多要到9万，所以迄台车拢总要到70万。这套智慧通报系统是由市府停车管理中心将车辆资料传登去，尾仔监理所会体检，看敢有违规的车。目前系统使用1吨外，拢总查到173台车。去年6月通报案件有7000外件，到年底1个月是减到2000外件，下降率有6成。透过阮的高雄市停管中心的开单员开单，然后让我们去收容，然后会去做一个智慧的发报，知道那个注销车牌到底是在哪一个停车格。目前高雄市各有4000外台车辆已经互注销车牌，煞也咧驶。监理所另外各有研发一款手机扫描车牌系统，连面会当知影车辆敢有违规，毋忙会当阻止车主违规驶车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